从来有被主播当一下，可是呢，被主播从来被未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喜马拉雅 Rising 大地色女团。然后我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妮妮甜辣担当，是的，来自巴萨。这位是我们来自甘孜的温姆，来自青海，大家可以叫我菲尔。然后这位是我们来自拉萨的德贝。这最边上的是我们来自阿坝的酷帅担当小泽。是的，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送赞故里墨竹贡卡，然后也非常感谢主办方这次给我们的机会，也能感受到当地墨竹人民的热情。接下来的舞台希望给大家带来新的不一样的活力，谢谢你们，最后感谢大家，再见啦！抖音。